姜敏何酷魔生日，法拉月賺20萬。Happy birthday to 酷魔，有蛋糕，有美人，仲有，喂，咪住先，你哋戲內就話係情侶啫，戲外你係有婦之夫嚟㗎喎。尋日宣傳衝上雲霄，咁好艷福，哇！小心，聽日正日生日喎，有咩願望啊？對於個人嚟講，自己冇乜生日願望，佢健康快樂就已經係我嘅禮物啦。啱到爆啊！不如分啲俾法拉啦，佢自從變翻單身之後就是非不斷，近排又傳佢翻香港同薛世恒攞贍養費啦，仲話有機會復合添。呢啲真係都好有創意嘅作品嚟嘅，係咯，我都唔知順便有幾好啦。但係而家都真係工作為主啦，因為真係好多工作而家。話今個月收入好好啊！今個月未夠5000萬，但係都多過20萬嘅。唔靠前男友，自力更生，獨立女性啊！